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1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4篇，罗得记第3章14节到第4章第6节，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9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寡妇。圣经对旧约到新约拢提到着爱照顾孤儿寡妇。保罗伫咧互提摩太的教导中间讲着真假的寡妇。其实保罗所讲的并毋是有迄种假寡妇，亲像假结婚共款啦吼，乃是要指着讲真正需要对教会提出帮赞的寡妇。因为有一寡寡妇可能拄啊失去先生，但是还阁少年，会通伫无偌久以后就改嫁，或者是讲伊有经济能力，或者是讲伊有子女通来照顾，并无需要去互关心赞助。咱所知影的路得甲伊的大家拿俄米，就代表着保罗所讲迄种真寡妇的判定。伫犹太人的婚姻的中间，文化中间有厝内人，也是亲人，应该要负起照顾家庭，也是讲照顾家族中寡妇的责任。拿俄米虽然伊是年老，失去伊的翁婿，伊却会当得到这个路得再婚家庭的照顾，这就符合着保罗所教导的无需要被关心、照顾、资助的对象。罗得记第3章14节到第4章第6节，咱看到这个背景。路得就伫伊的骹边困，到伫天父光伫人面枵日未清楚以前，路得就起来，因为波阿斯有讲，毋通互人知有查某人来我国场。波阿斯讲，甲你的不紧摕来，天互开，伊就天开。波阿斯娘约20公斤的大马，放伫路得的肩胛顶，伊就入城。路得来到伫伊的大家遐，拿俄米问伊讲：“查某囝，代志啥款？”路得就将迄个人对伊所做一切事拢甲伊讲。路得讲：“迄个人甲我讲，你毋通空手转去恁大家遐。伊有互我这20公斤大马。”拿俄米就讲：“查某囡仔，等看代志安怎发展。今日代志若无办好势，迄个人一定袂安心。”波阿斯来到城门口坐落去，伊所讲迄位至亲拄经过，伊就讲：“兄弟啊，请过来遮坐。”迄个人就活转来坐。波阿斯阁请城内10个长老来，甲因讲：“请坐遮。”因就坐地。波阿斯就对这个至亲讲：“对摩押地转来的拿俄米，要卖咱的兄弟以利米勒迄块地。我想我着甲你讲，你着伫坐伫遮的人甲人间的长老面前买转来。你若要尽义务甲伊买转来，就互你买；若着甲我讲，互我知，因为无人比你较有权通买转来。过来才轮到我。”迄个人就讲：“我要尽义务甲伊买转来。”波阿斯讲：“你对拿俄米的手买地的时阵，嘛着带死去的人的某摩押女子路得做某，通替这个死去的人的家族保留这块土地。
这个至亲就讲，若安尼我毋买，才免枉费我家己的产业，互你买，互你真义务，我无要买。一开始，若阿美就需要就是迄个需要被照顾的寡妇。也因为路德坚持要军队，伊又搁得到家族亲人抱阿叔愿意升职接任来带路德做某，因为安尼路德甲人阿美就得到照顾，所以就无算伫这个寡妇之列。保罗甲提摩太所写的批信，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9节到16节安尼讲。寡妇着超过60岁才通登记，伊着只有结婚一摆，着有做好事的证据，亲像养育儿女、接待出外人、甲信徒洗骹、帮助拄着患难的人，专心做逐项好事。毋过少年人的寡妇毋通甲因登记，因为因情欲一个冲动离开基督。就想要嫁，违背当初时所下的愿，抵到着家己厝罪，佮因学贫惰，一家过一家洗透透，毋但贫惰，嘛爱讲人的是非，爱插秧仔事，讲毋应该讲的话，所以我爱少年的寡妇佮嫁，生囝，料理家己的家庭。才袂互对着有机会讲咱的歹话，因为有一寡寡妇已经离开，去对撒旦。信主的妇人厝内若有寡妇，着家己甲因照顾，毋通将即个担甩互教会，教会才通照顾遐个真正无意外的寡妇。保罗的教导非常符合着基督的教导，以及社会公义的精神，关心迄个最需要的人，或者是讲咱讲钱爱用伫迄个刀口顶悬。诗篇94篇，上主你是深远的上帝，深远的上帝啊，求你发出光，审判世界的主啊，求你起来。互骄傲的人受应该受的报应。上主啊，歹人要过偌久？歹人洋洋得意要过偌？因的嘴吐出骄傲的话，最歹的人拢得天家己。上主啊，因欺压你的子民，苦楚你的产业以色列，因害死孤儿寡妇，佮杀害出外人。因讲，上主一定无得注意，雅各的上帝一定无得看。恁遮会亲像精生的人着想，恁遮会愚妄的人，第时才会有智慧。做耳孔的上帝，家己减袂听见；做目睭的上帝，家己减袂看见；管教列邦的上帝，减袂处罚。教导人的上帝减无智慧，上主知人的心思，知因所想拢无路用。上主啊，受你管教的人真有福气，你用律法甲伊教导，要互伊伫患难的日安稳自在，直到要带歹人的蒙骨好势。上主一定袂放杀伊的子民，嘛袂放杀伊的产业以色列。伊会搁照公义审判，心正直的人拢会对伊。啥人会为着我起来攻击歹人？啥人会为着我徛起来攻击最歹的人？若毋是上主帮助我，我真紧就落去永远静谧的所在。我讲我的骹踏出去，迄时上主啊，你用慈爱扶持我。我的心内有真侪忧闷挂虑，你的安慰，互我的心神快乐。腐败的官长利用法律制造奸恶，
因减为甲你徛共平，因斗阵计谋要害义人的性命，甲无罪人定死罪。毋过上主做我的堡垒，我的上帝做我的避难所。伊互我因为罪恶受到报应，因做歹的时，伊要招灭因。上主，咱的上帝要招灭因。恳求上帝帮助阮有意愿去帮助需要的人，去关心真正软弱的人。互阮学习最好的管家，将教会的资源用伫上需要的所在，将上帝恩典、疼以及资源用伫上软弱的人的身上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